呀，10多年了，你有曾经想过我要再回美容美发吗？有一段时间每天都不想，都不想。而且其实我有一段时间很想自杀。那是什么时候？应该20几岁的时候吧。是遇到什么困就难？是我觉得，我好像表演什么都不被看好。哦，然后就是做就节还没有受到肯定的时候。也是有，可是没有那么多，都是批评比较多。哦，而且连最好的朋友都会说，我觉得你演戏只能演那些比较开心，就是在旁边哈哈哈的那种角色。哦，他就觉得我静不下来。然后还有，我就还记得我之前进排练场，然后就是前辈们就说：“你干嘛来演舞台剧啊？你不是有在拍戏吗？那你就去拍戏就好，你为什么要抢我们的，跟我们抢钱赚？”哦，对，然后就觉得配音有时候也会遇到瓶颈，就是可能声音配的情绪不够好，然后就被否定啊，会被骂啊。他说：“哎呦，这声音不对啦，什么什么的这样。”然后配音也被骂，去剧团还被嫌，然后拍戏也被骂。然后那段时间就会觉得我是不适合做这件事情？对。但是你知道，有时候会有一种不甘心，就是我头都洗一半了，我都离开美发了，我都好不容易做到这步了，我还要回去吗？或者是什么？然后就是可能那时候就是不被肯定，然后又会被讲很多不好的时候，然后我也不敢讲，就是因为我怕讲了家人会担心，